马上呢将要进行的是今天晚上男子77公斤级第二组的16进8的较量。率先出场的是来自于北方综合格斗的蓝方选手孟建江，让我们有请孟建江。孟建江年龄23岁，身高1.82米，体重77公斤 ，MMA 战绩10战7胜3负。他的对手呢是来自大成武艺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努尔德别克年龄21岁，身高1.84米，体重77公斤 ，MMA 战绩3战2胜1负。相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77公斤级比赛的最终裁定结果为来自大成武艺的红方选手努尔德别克降服获胜。